板凳其实拿36分，这其实应该是你们想要看到的，就是整个团队都发挥的。其实我从第一场到现在都讲的是一样，今天谁打得好，他就是多打一点，不管是板凳或是先发。就像阿燕前2场打不好，但他这一场打得不错，那我时间就开始增加。那当然他也要去调整。那他下半场我觉得他是没力的，那我就让他休。那我不知道下一场会不会更好。那就像 Q 一样，他是循序渐进，可能你们都一直问我说 Q 可以打多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我会在保护他的情况下，让他的时间是他可以负荷的。我就觉得这是球员没有不好，只是他在调整他自己，然后他练球各方面都很认真，然后他也会是来讨论说要怎么打怎么做。就像最后那一球，基本上前面一个 play 我已经喊好了，就准备要做什么，然后他们的配合度会比较好，然后他也比较了解我们球队，可以帮助我们球队，而且他是愿意做苦工的，他不会只想要进攻，然后他回防，而且我说真的，他也是会帮忙球队提醒大家，然后变成说他现在的融入跟之前比较不一样。那之前可能他们的能力进攻能力比较好，然后得棒他防守也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融入这个球队，然后大家一起奋斗，我觉得是我想要的球队。对，教练，现在2连胜，你预备会做比较主动的调整吗？还是已经2连胜，目前设定的战术会继续使用？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去看影片啊，然后再去做比较一些缺点的补偿，然后或者修正，然后进攻上面，当然每一队都有好的跟坏的，那我们也去学习别人。那策略上当然会有一些改变，因为第1场、第2场、第3场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方法。然后防守上，前一场的错，我们这一场还是有修正，但是修正还不够，我们觉得还是会再继续修正。那至少我的球员愿意去从错误中去进步，那我觉得这球队越来会越好。对。教练，那个前2战其实你们外线是比较不理想，24投5中嘛。那今天上半场就9颗了，是不是有做一些调整？特别是Jordan部分，好像有为他设置一些战术这样。其实就是我们总经理竟然会帮我们在一些训练上做一些调整，可能会比赛前我们从应该1个半月前，我们比赛前都会做一些循环的重量，然后让身体就是比较有力量。那一开始可能大家比较不习惯，然后慢慢大家已经习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到第4节是我们的身体的素质比他们好很多，然后我们才有机会去反败为胜或者是超前。